这件事件大家都非常的耳熟能详，就是普悠玛翻车的事件。普悠玛翻车的事件，如果按照台湾往年往年碰到这种重大的公安意外，通常我们处理的方式，就是社会舆论会讨论的方式，都会找出，好像都会很快的找出，或者是想要找出一个凶手，对不对？就想要找出到底是谁要负责任。如果我们是按照以往的这样子的惯例来处理这件事情，来看待这个事情，大家可以很快的反应过来说，普悠玛翻车事件在事发当时，该负责任的是谁？不用想太多就是第一时间反应司机，对不对？大家都会觉得说，那些司机是超速的啦，实际上好像都有些资料显示说，就是他超速所以就大家通通都是万夫所指，就是司机的错。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其实舆论或者是大家其实慢慢用理性来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对不对？好，我觉得这是个进步，可是这个进步是有一个人付上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当时的舆论没有千夫万夫所指，都把矛头指向司机，是在更早之前，大家还不晓得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日本关西发生风灾的时候，很多的假消息，那时候还不晓得假消息，只知道有一个消息出来了，然后就开始怪一些驻日的大使什么的，然后于是有一位苏启成，他就受不了这个舆论的压力，他就自杀。他的自杀造成整个社会哗然，而且怎么会这样子？有这么严重吗？然后后来才发现，原来之前所抛出来的那些网络消息都是假的。因为有这样子的事情，一个人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所换取，到我们看待普悠玛事件的时候，我们没有很快的就下一个结论说，就是那个司机害了这么多条人命。我们并没有很快的下这个判断，好险，我们真的没有这么快的下这个判断，舆论也没有这么快的下这个判断，并且在当中，大家不断的去挖掘真相是什么。当然，在挖掘真相的同时，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去调整、去改变，以避免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今天的经文耶利米哀歌，它所描述的历史背景，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已经灭亡。我想如果有在读主日学，从主日学一路上来的，都很熟悉一句经文，就是扫罗杀死，没有人接，好，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王王。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王王，背后那个主宰耶和华上帝，今天居然会失手，他们的国家被灭亡。国家灭亡在当时当然我们知道历世历代这个国家会衰亡，一定有很复杂的因素。当然，一个最决定性的因素是它的兵力不够强，军事不够强，这是一个压死最后的一根稻草。在那个时候也是这样，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因素，这个因素导致这些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无法接受，是因为那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背后那个主宰今天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国家会输？为什么我所拜的这一位上帝会输？很难想象的地方是在当时候的人民，各国的百姓，不只是以色列，他们当时候的文化习惯传统，都认为我所拜的神明，如果我这个国家拜的神明如果是强的，当我在跟别的国家在争取领土在打仗的时候，我的国家就会胜，这是他们当时候根深蒂固的观念。所以从他们的观念就会发现，他们受到很大的惊吓，是在于我的上帝居然不是全能全知、创造天地宇宙的主宰，因为他居然输了，
他居然输了，他居然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先知耶利米他悲哀的不只是国破家亡这件事情，他更悲哀的是在于自己内心的那一份孤寂感。因为在当国家还在摇摇欲坠的那个过程当中，在内政、外交、各种经济、民生的这样子的一个渐渐走向衰亡的过程当中，上帝就已经呼召他，传讲要悔改，要悔改，可是不听，一直到最后，上帝就告诉他说：“好，你再去跟这些以色列百姓说，不要再做垂死的挣扎了，你们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因为在国势衰弱的时候，各国兴盛，其他的国家兴盛，当然就会用各种的方法入侵他们国家。上帝叫耶利米跟他们讲投降吧，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因为多抵抗就是多死伤而已，就投降就好了。因为我已经定义要把这一群怎么样讲都不听的以色列百姓交在列国的手中，我就是要他们输了，因为我要用列国来成为我刑罚惩罚的那个工具。当耶利米这样子说的时候，谁能接受？没有人接受，特别是那些既得利益者，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照样吃喝，他们照样消费，他们照样过他们自己的好日子，他们当然听不进去。还有一些依附他们的假先知，当然，他们为了这些假先知，为了讨好这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假借上帝的名说：“啊，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的百姓，上帝当然保守我们到永远，安啦，没问题的，你们继续吃喝快乐吧。”好，不要听那个耶利米在那边胡扯。好，因为他们听了太多的假消息、假新闻，这一些假先知不断的放送这些假消息，假的事情说100次，你会变成真的。可能不用100次，10次可能都变成真的，假的会变成真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已经没有办法判断真伪，上帝的话没有办法进到他们的心中。结果，当然国家败亡了。耶利米随着流亡的那一些民众漂流到了异乡，在他的哀歌里面，在我们最近在读耶利米哀歌的这一个他的哀痛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群体性的悲哀，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个人的痛苦，看到他的孤单，因为没有人站在他那一边。他的痛苦像是个深渊一样，因为上帝的子民被藐视，上帝荣耀的名被外邦践踏。你们不说上帝会保护你们吗？你看，你们变成这个样子，什么样子嘛？对不对？那上帝算了吧，我们国家的神才大嘞！你看，让我们得胜又得胜。其实这些不是基督徒，在那个时候，上帝的选民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他们心里不断的在疑惑说：对呀，为什么我们敬拜的上帝居然让我们落到如此的下场？耶利米他知道，他从头到尾他都知道这个原因，但是没有人能够了解他。耶利米他忠心的传讲，不但没有办法挽回劣势，最后他还被这一群跟他一起流亡的百姓视为叛国贼。就是说，耶利米就是你当初那乌鸦嘴，就是你这个乌鸦嘴，我们才会落了这个下场。就是你说要我们投降的，我们本来不会这样子，就是因为你。上帝的心意总是让人摸不着头绪啊！耶利米一直在哀叹，在今天的经文段落的前2节有说到第3章17、18节，我来读。你使我远离，耶利米说，他说：上帝啊，你使我远离平安，我忘记了好处。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耶利米在耶和华那里，他说他毫无指望。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曾经和耶利米一样，
哀求上帝，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我这个痛苦、这个苦难真的是大到一个地步，让我觉得我在你里面，我似乎一点指望都没有。”我们是不是曾经跟上帝说：“你到底是怎么样？为什么会让这样子的苦难临到我的身上？为什么好像我的好日子就这么短短一段？或许有一点好日子，但是这个好日子就好像那个乌云啊，忽然透过一点那些阳光光线，可能一下子没有多久，马上又乌云遮蔽。这个阳光好像昙花一现，这样一下就过去了。为什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曾经这样子问过上帝。但是身为牧师，却常常这样子问上帝，因为牧师永远有处理不完的问题，永远有处理不完的事情，常常处在一种分身乏术又无奈，而且呢躺着也会中箭的这种状态。无奈是什么？牧师其实每天最大的挑战就是预备讲道。不管是各家礼拜的讲道也好，团契分享也好，可能许多的可能你们会想说，牧师嘛，既然是牧师，应该随便只要麦克风拿到牧师手上，就可以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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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一大堆，绝对没有问题的，因为是牧师。可是牧师也是人牧师也是人，我的脑袋不是电脑，我的那个储存量，我们现在最大的记忆体空间，我不晓得现在最大是多少。那个云端啊，我不是云端，我不要说云端，我连那个电脑的这种基本的128吗？还是再小一点吧，64，再小一点32，好，再小一点，没有那么多8好了。我可能有，大概我就是那个8而已吧。我是人脑，我不是电脑，我也不是云端，好，当然我更不是上帝。每次在准备一篇讲道篇，不只是读圣经，我要查考。牧师其实我们有许多的圣经神学家写的一些书籍，我们都要去翻，因为每一个神学家他们的角度观点都不一样。在一边看的时候，就反复思量，反复祷告。祷告什么呢？主啊，你要我在2018年的11月18号这一天，对着建成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些什么？我不是随便书上翻一翻，就找个资料，就呼隆呼隆，我就这样子。我不断的在祷告，不断的在寻求。有人说，一篇祷告，一篇讲道篇的完成，就好像生产一样，要经历生产的痛苦，因为要反复不断的祷告琢磨，反复的思量。可能已经写了一篇的话，想不对，上帝感动我。好像不是这样子，重新全部 delete 掉，重来，打掉重来。我们是这样子在准备讲道篇的，所以这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但是牧师不只是要写讲章而已，还有许多的探访，许多的种种会事务，许多教会的一些会议等等的。那当然，牧师的无奈就在于，在这么尽心尽力的、战战兢兢的预备讲章，然后在传讲的过程当中，有多少人会把上帝透过牧师要跟大家讲的话放在心里，而不只是放在心里，还要行出来。可能有70%放在心里，但是可能有30%放在行出来。这样子的比例，牧师还觉得蛮好的。可是如果只有50%放在心里，然后走出去就通通丢掉不见了，然后当然也就不会行出来，往外倒退路这样子，那这是牧师很大的无奈啊。牧师常常也会面对有一些的无奈。好，然后呢，还有许多分身乏术的事。我举个例子，还记得大概一个月之前，屋内教会有来我们教会，屋内教会有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然后献诗，并且下午去建成国中联谊打篮球赛。好，有客来访我们要以客为尊啊，所以牧师当然也很想招待他们下午的篮球赛，牧师其实真的也很想去，
但是呢，因为总务部最近要为了明年度的预备，所以有许多事情要讨论。不只是总务部啦，各部都是一样。好，那一天刚好总务部要开会，于是牧师讲说啊，有一节传道陪同，然后我总务部开完会我再过去，这样就好了。然后因为那时候那一天有女子篮球赛，好，之前女子队的队员啊，你说牧师你要来参一咖这样子哦，这样。可是那天牧师就没有感动，当然一方面也是体力啊，各方面，因为他们哇屋内啊那种原住民的那个汗操都紧后啊，但我要惊惊。好，我就想说好，我们结束会议结束之后我再过去。2点多会议结束了，我就拿着手机过去，我也没有换运动服，我就穿着牧师服过去。然后你们怎么会叫我穿着牧师服下去打球啊？对不对？好，这个理由真的很难烂。好，然后呢，我就这样子，脸皮很厚，就拿着手机就去看你们打球。可是我才站在那边球场上还没有5分钟，我就接到一通电话，因为篮球场里面很吵，我就出去接电话，一接就是林朝泰牧师，就我们教会聚会的一个牧师，在教会服侍的牧师，心肌梗塞，要马上送，已经送急诊了。我接到电话，我头也不回的就往楼下冲，因为我知道会有人跟我讲说，魏长老他们在楼下，就是建成国中1楼那边等我，然后我们就一起坐车去马街了。如果在那个时候我没有听到啦，其实如果说其他教会可能就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牧师怎么不是来看我们5分钟而已，那么没诚意，忽然怎么都不见了，因为没有人知道我去哪里了，太紧急了。可是如果不会想的弟兄姐妹，可能就会觉得牧师没诚意，问答无解，然后就离开了。既然这么没诚意，就不要来嘛，干嘛要来？晃一下，虚晃一招这样。我曾经听过这样子的例子类似的例子，所以有些牧师真的蛮无奈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的见证都还蛮健康的，不会有人这样讲。好，然后呢，我就到了马街，马上林牧师马上从急诊室要推到手术室的那个过程当中，我就一路跟着那个医护人员，他们在推，要很快，因为要赶快做因为整个都塞住，整个血管都堵塞了，赶快要推到心导管室要去做心导管的时候，我就一路狂奔，跟着医护人员狂奔，然后祷告，一路祷告，送进手术室。不多久，医护人员又跑出来说明说因为阻塞太严重，所以也没办法做心导管，要直接开心脏。然后呢，开心脏有很多的方式，然后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医生在评估说这个方式本来讲好了，进去要准备手术了，后来又跑出来，不多久又跑出来说刚刚评估的那个方法又不行，又要换一个方式，就这样来来去去，1回2回3回，我就陪着牧师娘在那边不断的给他们打气，不断的祷告，然后又在这个同时，电话又来了。从林口长庚医院来的电话，也是一位姐妹，她安息了。那怎么办？我没办法，小叮当任意门，随时这样子切换时空这样子。因为我正好才在前1-2天，我有去看过这个姐妹，也为她做了临终祷告，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发病危通知了。所以牧师只能做一个判断的决定说，现在比较紧急的是林朝泰牧师这一边，因为他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医生还是进去出来，进去就不断的在更换手术的方式。所以我当下我就马上我看的时间快4点，我打电话给传道说，你们篮球是不是打完了？赶快，如果你打完了，赶快回家洗澡，然后换衣服到林口长庚去。我们就是这样子，牧者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忙碌到有的时候分身乏术。可是很多的会友比较玻璃心，会觉得一定要看到牧师，一定
定要看到牧师。好，我想啊，牧师怎么没有来？为什么牧师没有来？为什么牧师没有在？什么什么的？我们真的是分身乏术，很多时候，有很多的无奈也是在于，比如说，祷告了还是会出事。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正阳因为打篮球的脚，那个十字韧带断裂。然后呢，之前送年团契、行政团契出游啊，你看各种活动我们都有祷告，可是呢，还是会出事，或者是为病痛的人祷告的时候。病痛也不会马上就不见，甚至于为了要动手术的人祷告到后来他的手术，又好像不那么的顺利。这牧师祷告好像不太够力呢。好，很多的无奈，我也很多的，其实心里有很多的重担。所谓的重担，是因为我也不想看到弟兄姐妹受苦，我也想每一个人身上的苦难所经历的痛苦可以很快的，上帝啊，你赶快把这些苦难给挪去。但是牧者不是上帝，我也不过是个有限的人，除非上帝点头啊，不然我们身为牧者也其实真的也无法成就什么事情。长职同工当然也是一样，每一位长职同工都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生活要顾，还要另外额外安排额外的特地安排额外的时间来服侍大家，但是教会往往要求不完美有限的人来完成完美的事。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会用一个完美的眼光跟标准去要求我们这一群其实都是有限而且是不完美的人？特别是有不合自己心意的事发生的时候，就会开始怎样找代罪羔羊，找出气筒，好像就要把一个主事者，一个就是我们讲肇事的原因的主因找出来了，哇，就开始让自己的情绪有一个发泄的出口。很多时候，教会的困境就是人多嘴杂，有的时候太多的假新闻，教会有很多的假新闻、假消息。如果我们没有用一个敬畏的心，跟上帝支取智慧，我们真的很难去判断到底什么是假消息。如果在过去那些假消息可以让以色列亡国，那么如今这些假消息同样可以拆毁上帝的教会。在教会里面，到底什么是假消息、假新闻？简单的来说就是许多人自以为大、唯我独尊，只会检讨别人，不会检讨自己。当然，我们会从别人的错误当中，我们警醒学习，看到别人的错误，我们是警醒自己，然后学习怎么样，不要犯同样的错误，这才是积极正向的态度。可是呢，有些人就是只会检讨自己，只会检讨别人，不会检讨自己，要求上帝都要站在我这一边，要求上帝为我来背书，要求大家要顺应我的想法，因为我说的才算数，我说的才是对的。太多了我，教会里太多我，而没有上帝。耶利米所面对的就是这一群人，他孤单的活着，孤单领受呼召，孤单的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跟羞辱，在这么大的黑暗当中，当他流亡异乡的时候，他脑海里不断浮现的时候，不断浮现他一路跟着难民这样子一路走着，他看到了多少的妇女被蹂躏，他看到了多少的孩子的尸体被踩在众人的脚下，饿死、渴死、被日头晒死。一路上他看到了多少不堪的景况，就在他漂流异地的过程当中，
每一个画面一直不断的涌现出来，就好像我们现在讲的创伤压力症候群。很多人无法从那个伤痛走出来，因为真的是不容易啊。这些痛苦不断的侵蚀耶利米的心，他的内心几乎要被黑暗给淹死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耶和华上帝，他突然那个光突然在他的心里，好像在黑暗中的那个光突然点亮一样。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33章21节、23节到23节说，耶利米说：“我想起这些事，心里就有指望。”他想起了什么？就在他极其痛苦、悲伤当中，他想起了什么？他想起了上帝在过去如何的怜悯他，如何的将诸般的慈爱与恩典加诸在他身上。他接受了多少的恩典？他与上帝那个亲密，我们之前有在讲雅歌书的时候，他和上帝那个亲密的关系，那个感动，那个起初的爱，又一次的在他黑暗、没有盼望的心中再一次的点亮。弟兄姐妹，今天如果像现在这个时间点，要你点根蜡烛，你可能觉得这个蜡烛的光没有什么，因为四周围都很明亮。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平安顺利的时候，上帝的光似乎可有可无。可是当我们的环境充满黑暗，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那个光是积极的，那个光是带有力量的，那个光是带有安慰的，那个光是带有勇气的。你会紧紧的要保守住那个光，不会让它被吹熄，不会让它被熄灭。你会紧紧抓住那个真光。所以耶利米当这个真光一旦在耶利米的心中、黑暗的心中乍现的时候，耶利米他就紧紧抓住这个真光，然后他说，继续在3章22节这边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就是当我们在黑暗过去，黑暗一定会过去，因为一定会有清晨，一定会有日出，一定会有早晨。每天的上帝的慈爱怜悯，每天不断像活水一样的供应。所以耶利米他可以在这么痛苦当中，他还可以继续的为自己、为民族、为国家祷告，他还是可以在黑暗当中继续奉献自己，成为一个有价值、为上帝而活的人。这就是他不幸中的大幸。弟兄姐妹，如果现在有什么苦难，你正经历什么样的苦难，跟正经历怎么样的黑暗？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一个好像前途茫茫、看不到未来的情况当中，那么你要跟耶利米一样，紧紧抓住这个真光。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做，然后我们可以为自己、为教会、为社会、为我们的环境、为所有你看到的来祷告、来奉献，成为一个有价值、可以继续，就像耶利米，他一直到死都还是漂流在异乡，他一直到死都没有办法再回到他自己的国家。但是他的盼望不在于他能看得见的，看得见的盼望不是盼望。他抓住的那个盼望是看不见的上帝，他抓住的那个盼望是上帝的真光。弟兄姐妹，苦难是上帝的主权，他可能像是乌云一样，随时什么时候会来，我们不知道。苦难是上帝给我们的磨练，苦难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或许有人不同意说，礼物怎么会是礼物呢？我才不要这个礼物，这个礼物很烂。
可是就像今天26节、27节说，人在幼年负恶，这原是好的。因为当我们在苦难当中，我刚刚说了，我们唯有在苦难当中才会珍惜上帝的怜悯跟慈爱。我们唯有在苦难黑暗当中，才会觉得这个光是这么的可贵。当我们在苦难里，我们就会向上帝更靠近、更靠近、更抓住更多。这就是好的，这才是真实的，这才是可以带向永恒的。上帝在创造大自然的时候，他都说每次他创造完一样东西，他都说，上帝都说什么？这是好的。所以人在少年时负恶，这原是好的。苦难真的是个礼物，苦难真的是个礼物。生命的长短在上帝的手中，环境的优劣也在上帝的手中。但是我们生命的品质，我们可以自己做选择、做决定。我们可以自己做决定。如果我们可以紧紧抓住上帝的光，我们就可以在失败之处看见上帝的怜悯，在绝望之处看见上帝的慈爱，在孤单、彷徨、无助的时候，看见上帝信实的同在。我们的主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他是以马内利的上帝，邀请上帝进入我们的内心，把起初的爱找回来。不要让环境当中的困难、不安、愤怒来填满我们的内心。我们要常常抬头看看耶稣如何为我们背负十架，在十架上的牺牲。我们要常常抬头看看在我们的四周围，主耶稣在我们的四周围常常摆放许多的天使，许多的亮光。主的爱常常在我们的身上发动，主的爱也常常在我们的四周围发动。我们不要睁眼看，假装看不到；我们也不要假装听不到，不要假装感受不到，那些都是非常实在的爱。上帝的教会让我们不孤单，因为我们是一群都需要上帝、渴慕上帝、寻求上帝的人。明年度的事工研讨会已经结束了。真的是蛮不容易的，从小会、长执会到各部的事工研讨，到全教会的事工研讨，每一部门的长执同工都尽他们最大的努力，他们肩负起每一个弟兄姐妹对他们的期待，他们肩负起上帝呼召他们要忠心去做的这样的使命。从讨论、协调到决定当中，实在是非常多的挣扎跟痛苦。许多的弟兄姐妹不了解，会觉得牧师长执被决定的人多好啊！哇，所有的事情都他们决定说了算。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的挣扎跟痛苦。痛苦什么呢？挣扎什么呢？因为讨神喜悦的不一定讨人喜悦，讨人喜悦的也不一定会讨神喜悦。在这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去抓一个平衡？我们都想讨神喜悦，但是我也身为牧者，身为长执，也不想让一起跟他们一起同工服侍的人，一天到晚怎么样被攻击，被说三道四的。牧者长执也希望保护所有参与圣工服侍、参与任何服侍的同工跟弟兄姐妹。教会复兴绝对不是口号，是大家共同的责任，是共同的实践。如果这些计划没有大家共同参与委身、参与奉献，这一切都是空谈。当这一切变成空谈的时候，那么教会就会陷入一个黑暗期。我相信每一间教会，不止今年教会，都曾经走过死荫的幽谷，因为教会是有机体，是所有人信徒集合，而且是所有罪人集合的一个集合体。
人的生命既然有高低起伏，教会当然也会有高低起伏。教会的苦难是上主的考验，更是他的主权。问题是，当我们面对这样子苦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仍然相信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我们是不是相信主的真光在我们幽暗的心里，仍然不断催逼我们向前？下周是感恩节主日，1年1次的感恩节，教会特别准备了感恩节的奉献跟感恩节献金，我们所谓的现金跟献心卡。在献心卡上面可以写上这1年来你最具代表的对上帝的感恩，然后我们会像去年一样，每一个弟兄姐妹带着你的现金献心卡，依序走到台前，亲自把你1年来的感恩，透过微薄的回馈献给上帝。学习感恩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青少期的孩子，虽然你们现在还没有工作，但是你那边有零用钱。就像我从子女他们还是幼稚园的时候，我就常常提醒他们要奉献，因为奉献就是一个感恩的行动。感恩有什么重要呢？当耶利米在黑暗、无助、痛苦当中，他所想到的就是上帝在他生命当中诸般的恩典的记号。如果我们平常不习惯感恩，当我们苦难、遭受苦难、黑暗来临的时候，那些记号，像我们每次从小长大要量身高，都会可能在墙壁上啊，或者在树上去刻，有没有？刻，然后我现在100公分的，110、120、130，刻那个记号，那个痕迹，那个记号刻得很明显。恩典的记号，我们要常常铭刻在我们心里，好像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那些东西就是我们的一个宝藏，是我们可以支取的一个力量。因为那一些感恩，就好像真光会突然乍现在我们黑暗的心中，好像我们可以知道上帝是信实、怜悯、慈爱的上帝。所以牧师很期盼大家都可以学习感恩，并且在1年1次感恩节献金献心的行动里面，亲自带着你的微薄的心意，亲自献给上帝，这是非常美好得祝福的一件事情。群体和个人是分不开的，不论是国家、教会、社会、学校、公司行号，我们其实在某一个角度来看，我们都是生命共同体。在看似黑暗曲折又无望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要邀请什么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要邀请什么？接下来这个礼拜6是选举日。昨天我在跟敬拜团分享，我发现我说，选举的乱象常常撕裂我们国人之间彼此的信任跟感情，一直不断的撕裂。我说，牧师看到这一切，我真的心里很沉重、很痛，因为有太多在选举当中有太多的假新闻、假消息。我们要如何来面对这些？我们能说啊，那个实在是太假了，我分不清楚，我没办法投票。弟兄姐妹，有投票权的人，还没有投票权的人要学习。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在上帝的慈爱与怜悯，在上帝的慈爱与怜悯里面，
谦卑怜悯的心去判断，主啊，你的心意是什么？你要我投给谁？我们可以用排除法。有一些是挑拨离间的那些选举人，拜托就不要选他们，他们只会煽动情绪而已。那么其他的呢？可能我不知道，主啊，你让我选哪边呢？我真的搞不清楚。祷告，要祷告，不只是祷告，然后你要付出行动去研究，去各方面、多方、多角度的去听，不要只听片面之词。要多角度的去听，不要只听片面之词，因为当我们常常听片面之词的时候，如果里面有假的，也变成什么？也变成真的。所以千万不能听片面之词。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能免责于我们在这世上的责任，因为上帝要我们在世上做光做盐。所以我们要不断的等候，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寻求，不断的，因为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上帝一定会告诉我们一个答案。当然，选举结束之后，相信也会有很多人非常的跳脚，非常的痛悔，非常的觉得啊，世界末日了，还是怎么样？在这么大的黑暗当中，我们是不是还能继续抓住上帝的真光，继续抓住这样子的盼望与信心，继续的常常邀请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王掌权，常常思想他的怜悯与慈爱，跟耶利米一样，用谦卑怜悯的心与上帝同行。我们是不是可以更谦卑的用上帝的怜悯跟慈爱来看待在痛苦当中挣扎的人？这个痛苦不只是我们个人的，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彼此在互相攻击，看到许多的族群互相攻击。这个痛苦不只是个人的，而是群体的。我们一定要常常邀请上帝的真光进入我们的内心。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去做，当我们愿意在这么黑暗当中紧紧抓住上帝的时候，那就是我们一生中不幸的大幸。当我们在黑暗看不见前面道路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站立祷告，我们依然可以成为上帝的器皿，我们依然可以做光做盐，我们依然可以见证上帝的慈爱，就是在我们的身上不断的发生。即便我们是这么的痛苦，即便我们是这么的不堪，但是我们仍然相信，我们上帝的慈爱要到永远。上帝的慈爱到永远。若我们可以这样子的相信，那就是我们一生不幸中的大幸，更是教会、社会、国家不幸中的大幸。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我们透过这首诗歌来当做我们的祷告，我们要向上帝呼求。我们不能免责于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该负的责任。或许你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祷告，我们至少可以祷告。
的黑暗笼罩着你。可能有一个老板非常的难搞，有的客户也非常的难搞，有的老师的要求也是非常的不合理，许多的考试不断的，许多的作业也不断的要交，精疲力尽。你们也有许多的无奈，许多的分身乏术，许多的痛苦，许多痛苦没有人知道，你们有属于你们的孤单。但是今天我们要用祷告的心邀请真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照亮，因为主耶稣已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作王。以马内的上帝没有离弃我们每一个人，他没有丢弃我们，也没有撇下我们，他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要怀抱着这样子的盼望跟信心，不断的去做，不断的向前做我们能做的事情。虽然我们所能做的事情是这么的卑微，是这么的好像起不了作用，但是我们要去实践，我们要跨出去，我们要跨出去。盼望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有力量，愿圣灵保惠师让我们的心里有盼望，让我们可以持续的向着真光迈进。我们继续来唱这首诗歌，我们用祷告的心用力的来呼求。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你高高寻求里面，我们传递所有的恶行，你单单跟随你。主，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权力，愿你来怜悯医治这里，荣耀在自教里，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里，一整夜看着了垂听，蒙主的名如潮，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不信这里却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弟兄姐妹，痛苦黑暗不能打扰我们，我们要呼求我们的上帝，因为他被作王掌权，他被作王掌权。我们要睁眼看，我们要侧听，睁眼看着垂听，蒙主的名如潮，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不信这里却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我们一起来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信心就是在苦难当中来彰显，那个盼望就是在我们无助当中才能带给我们无比大向前进的力量与支持。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怜悯与慈爱、圣灵大有全能的扶持与感动，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直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